就是我很认真的那时候租了一套动漫的 cosplay。你还记得是什么动漫吗？那个时候好像是火影忍者还是什么。发生比较糗的事情，或者比较意外的状况。糗的事情有啊有，我记得之前好像他们有一个摄影师，他们说希望可以就是办 cosplay， 但那时候我对 cosplay 没有了解。然后呢，他们的 cosplay 是指，就比如说可爱的喵喵啊，那种小女生会扮的那种超级可爱的那种装扮。然后呢，我很认真的去租了一套 cosplay。你租了什么服装？就是我很认真的那时候租了一套动漫的 cosplay。你还记得是什么动漫吗？那个时候好像是火影忍者还是什么？蛇姬吗？不是，蛇姬是那个海贼王的吧？我记错，火影忍者啊。对，而且我租的角色是那种就是全副武装，然后还会画脸的那种。然后我一到现场看到大家都很可爱，在那边摆 pose， 然后结果我这样子到，我就，真的很丢脸哎。就是有很多地方是去接触了之后，才会发现自己有很多不足，然后需要去加强的。像比如说以前没有接触到主持，就不会注意到其实我的那个叫什么背的能力真的很糟糕。人家给我一份那个流程，一般人可能就是看一次就好，但我需要一直看，就我需要在上台前我会一直看，因为我生怕有一个地方讲错。对，像前几天 AKB48 Team TP 的那个，我就讲错了一个东西，他们那个是1000万，然后我说100万，然后直接给人家少了一个零。有人发现吗？有，全场都发现。对，全场都发现，而且人家的那个总裁还说，不好意思，是1000万。然后我就觉得有点丢脸，然后我就说少一个零啦，然后台下就传出一位粉丝大叫说小月喝醉了，然后我就没有，我没有，对，这是一个还蛮好笑的事情，对。那你现在就是到主持界以后，他会不会感觉好像就是会被更多检视的眼光啊？比如说像网络上的一些评论那些的。我已经放弃去看那些东西了。完全放弃了。我完全不会去看那些东西，因为我觉得他们只要不要来我的板上去做不尊重的发言的话，我就不管。因为其他地方是其他地方，但是我家门前我顾好就好了。所以我顾好每一件我做的事情，每一件我做的事情我都尽力的做，把它做好。别人怎么说，我至少问心无愧。那么